着连贯，你做的很棒。因为亚属国味它是一气呵成冲 take 哈，你在情绪的掌控方面也不火不晕的，恰到好处哈。三姑娘，这个做呀，哇，这个做的厉害。很久没有东西来进贡，哪个都拿了，太不懂事了。海选的时候就要有这个主题，好不好？老热大力腿，老热强下来。嗨，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係羅時豐哈。今日甜心，今日係6強積分賽踢到禮拜啊。第4個禮拜。第4禮拜，哇，很夾哦！我相信呢參賽朋友大概緊張了哈。係啊。不過大家分數吼，攏同好。懂好，嘿，哎，你全部懂好，安尼用辦哦。那差距就會有一點點的，第一名嘅就穩坐第一名啦，哈。啊，你上名嘅吼有後邊嘅啦，睇下邊，哎呦，邊哦，係啦，哦，今日叫你比賽。積分賽比賽規則，逐禮拜有無共樣嘅主題，參賽者自家選過嘅，經過6禮拜嘅比賽，累積分數最高嘅前3名，就可以進入到亞冠軍嘅比賽。今日評審先上游，亞球先生，起司先生，起司先生，羅格利先生。又學我，穿我跟我一樣。對啊，你做乜嘅？你明明上一矮松柏足夠因為那個材質是今年最流行的。啊，這個潛水的，我前2集已經穿，我前2集穿過，請看 VCR。好幾年還看 VCR 嘞。你怎麼可以比主持人還要再前衛呢？冇啦，愛吃豆主持人按準中了節目，你們要懂準中啊。哦，好。他是有人贊助他。啊，對呀，你有人贊助你。每一集都有人贊助。謝謝。不知道怎麼去凹來的。謝謝。害得我們坐在旁邊很有壓力。不然贊助很有壓力。我不然贊助羅大哥，因為那 size 的問題。你是？他沒有我這種 XXL size， 6XL 內褲。沒有，我幫你談大尺碼。好啦，今日有咧睇落邊類啦。哇，哎呦，其實我也未講，真的係客家嘅傳奇人物啊！傳奇人物，真的是傳奇人物啊！對啊，真的。而且他這個唱紅的歌也非常非常的多。我聽說很厲害哦。第二的節目參賽者也常常會演唱他的歌曲。哦。來歡迎這一位傳奇人物鄧百成，來帶來一條後台的各位問法來。
数万花，数门花苗。山歌有歌，山有江，花米南比莫那个山，松山歌开山窗，八地大跳也袂得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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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呀！啊，稀客稀客你稀客！好，哎呀，百强老师好。也为天北省心伤啊哈！哦，真的，迄安尼客家界的传奇人物啊！哎，哦，你有能讲这些传奇人物？讲到很多歌曲，对我现在点到的，你应该都听过。丰田不负苦心人，唔好一命白，唔好贪运快，命一家来安排。嘿，这首我们错，我啊们错。，噔噔，对了，爱吃念风来，爱此言风来，嘿，嘿，风外，爱宽宽宽宽宽，你宽宽宽宽宽。你看到哪一眼看？我知道老师，我知道那个旋律，但是歌词哈，我不知道您今天会来，所以没有准备好。您下次来的时候呢，我特地准备这几首歌唱给您听啊。错的。你一数每一条都会经典的歌，哎，真的是我都知道那个旋律。今日真的非常永恒哈，真的做了感谢。哦，有唱到来的节目真的。对啊，而且今天要有一个任务派给邓老师，哎呦哪个任务那可以坐上我们客座评审老师。哦，我还以为要去你那个任务课啊，你看。没啦哦，，没哈。没啦，也太辛苦哎。嗯，安尼老师，可能麻烦抽一个毕业档哦。太美丽啊，等下迄个时候其他各位参赛者创造无人办，这叫马琴嘛。跳拿好个挂盖。好，谢谢老师，好，安子安休息一下。先行嘅比赛。喺比賽之前呢，嗯先有請到葉家秀阿公嚟講一下標準。啊，今本嘅比賽是冇強當哦。今本是講，今本嘅主題是愛嘅天使音樂專題。嘿，所以選七家表現真好嘅歌，而出愛選歌，選到吼，做七家嘅專輯，你那就機會嚟any 啲，或者就單曲唱片噶哈，單曲專輯噶，你會選乜嘅歌？你要用版唱，你要用版表現㗎，所以今每嘅大分數我特別嚴，所以參賽者現在開始皮吼強啊現到誒，皮強啊很多嘿。係啊，入門哦好，皮強加係你。哦，是這樣子。所以今日安尼主題，迄假使講，迄參賽朋友，今日啲比賽，哦，比賽出去以後，有機會發行那個專輯那個這個 EP 的時候，哎，你會想要選什麼樣類型的歌放在你的 EP 裡面？就那麼一首歌，那一定要相當厲害咯。哎，對啊，一定是要自己最拿手的咯，哦，好不好？聽到咯哈，了解咯哈，特別參賽者，好嘿，TV 參賽朋友，來一口帶來難免一人。就彈下啦。
我的音乐电视特辑为大家带来我们乐团日本猫的创作《南风给你，南面伊人》。曲子里面描述一个敢爱敢恨，但是又歇斯底里的女孩子，在爱情的路上各种转折，最后还是趋于平静。希望这首曲子能够带给大家心灵的抚慰。心情嘅黑暗，今些乃无变化，轻轻松松无爱无恨，梦你梦呀，梦快乐天堂个嘅身，用手手手嘅手拿，温柔嘅笑容充满心都红。给你给呀，简单甜蜜，春风悠悠，安慰动人。坚持给理由，大情给玫瑰。嘿嘿，哒哒滴哒哒滴当当。究竟呀，究竟暗夜有海，你讲强勇嘅当老山峰，一层层永久永久，温暖给你跳，呼吸嘅南风，心情嘅黑暗，停下那么变化，轻轻松松无爱无恨，梦你梦呀，简单简妙，春风悠悠，安慰动人，坚持给理由，大情给玫瑰花。南风给你，什么太感？又见面啦！来吧，来吧，对，靠近一点，对，你好在乎你的家人呢。是哈，你们我怕回去被他们揍。成立多久的时间呢？1年多，1点。1年了，这样1年了。那感情应该很好吧？啊，还不错。那你面对这个主唱，平常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难题？这主唱会不会很难搞？就比较疯的这样子。疯哦，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应该有嘛？这样。这花应该是我送女生才对，怎么会？1人1朵。啊，黄色的玫瑰花，多美丽的玫瑰花，啊，多可爱的玫瑰花。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多美丽的。哎，你真的很疯哎你。哎，你弄讲还快点，这个比我更疯。哎，真的，一条歌那么名啊？南风给你，就是在南方，南面一人对，南方有一个人。南方伊人这。南风给你，南风给你，也是你们创作的。你们共同创作的吗？这是新歌吗？就是我们刚发行的创作母语创作专辑里面的一首曲子。好听。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平常有没有都在哪里有表演的机会吗？还是或是有固定哪里表演？那你想要听我们团长讲话吗？哎，说说话嘛。你很安静哎。他叫我问你啊。就是我们蛮不像其他乐团这样子，就是没有固定的表演。哦。对。就今天想要表演就来表演。明天有人约。看主唱的脾气。哎呦。哇。那脾气好不好？乃涵。艺术家脾气啊。我算还好。我说他主唱还不错。讲话都颤抖的。来，中间。真的每一次，我想要，如果你们有固定在哪里表演的话，我真的很希望，有时间有空就去听听你们，这人生多快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了，然后再对啊，有那个演出了再跟我们讲。来，我们请哪一位老师来公平那里？嘉修老师，叶老师。雨乔，你的歌声的辨识度，很清楚，在这首歌里面做到。但是作为一个比赛歌手来讲，那我们就必须针对你的咬字的部分，来很清楚的去说，其实因为你要把你的辨识度弄好，你的咬字就弄得不够清楚，就是感觉上你是一半一半，然后让我们听起来感觉到那个耐度有了，可是呢，你的整体的咬字不是很清楚。天淡天美，春风悠悠，安慰当年。当然这是一种表达方式，不过比赛它是公平的。那剩下还有2集嘛，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刚刚4位评审一起来研究一下，就说我们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肯定你的个人辨识度跟这张专辑里头你所做的努力。接下来这2集，请你忘掉你这个出片歌手。把你最好的那一面，跟大家竞争的那一面，做一个竞赛歌手，来让所有电视机旁的朋友看到说，雨乔我有多棒，好不好？好，我们做个约定，这样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你下2集能做出什么东西，让我们来惊艳。好，加油！好，三棒金刚。好，那我们也请一位前辈来跟我们这个看有没有是建议一下哈，那天报上欣赏来。赖雨乔小姐上，是，你这个慵懒的节奏蓝调哈，非常的好，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潜力股了，在各方面的，一般我都会认为说我们唱歌有一个基本功，你所有的基本功都具备了哈，但是我的想法跟他们其他老师不一样，你就把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把它表现出来就很好了，未来。客家的希望，加油！加油！对，就是做自己啦，对啊，快乐就好。我们听那么多干什么的？还是要听一下啦，对，一定。对，老师们都有很好的建议，语重心长了啊。来看一下粉丝，来看粉丝，来给粉书。什么？恭喜！恭喜！大礼拜粉丝全部都按国，声梦太高，怎么办呢？谁与争锋啊？那你们回去了，不用比了。没有关系啊，他们还可以争2、3名的啦。真的，对不对？还有2个礼拜，这个球局还没打完，还不知道哦。加油，注意喽，加油，好吗？回多休息。那沙羅一年，已經咩充無強用嘅哦，搖滾咪住。我條歌咪當真嘞。我今天要唱的歌叫做《搖滚卖酒》，看我今天的打扮就知道我要走摇滚风。希望我今天能够把这首歌唱好，让这首歌成为我的主题曲。你很辛苦哦，今天。为什么要辛苦？这衣服要整花跟勒很紧
拉很久。你的阿三东，你公主来了。我一直很担心你，原因是你一直找不回你自己。今天我看到你自己找回你自己刘慧卿，你从在安宠的一种祖孙情，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十九乘3个月，唱给心人迈开嘞，给高迈给比如给去跳了，给主要讲那句你嘞。恋爱就爱恋如情爱耶，来比个情爱你太好风耶，你讲那个好就爱慢慢追哦，个情爱你比就更加哟。黑色摇滚。哟，你今天看起来很瘦，那是黑瘦。今天不是大象队了吧？没有了，那个皮裙粘住了，我帮你拉一下。今天你很辛苦哦，今天。为什么？为什么？这衣服要这样哇，被勒很紧的。拉很哇，拉很久。你不是说你不会取笑人家这个的吗？没有啊，那你他不取笑就觉得他可能就觉得很无聊这样。嗯，好啦，没关系，我习惯了。哎，这种歌你第一次挑战，对不对？嗯，就是比较摇滚。对，重的话。哦，重金属摇滚。重的话啦，啊，如果比较重。那你刚刚应该在拿酒啊，你应该这样。我怕等下头太下去流血。啊？我怕就是摇太大的啊，就掉在地板上这样。那好啊，那个好看呢，这样会有分数比较高吗？会哦，会哦。直接跪在地上唱啊，搏命演出啊，对不对？那一国立老师在地上拿着，国立老师说豁出去啊。好，那那就看一下。哎，老大，你的头发乱了，这样子酬劳有比较高吗？对不对？
哦，可以了，可以了。我这样甩一下这个，我再甩一次。哎，这样要扣钱，这样会影响画面。那个化妆师又梳得那么辛苦，OK，对，还在。OK，好，这 OK，好，那请徐哲伟老师来游一下来，公平。为什么要配合？哎，头好晕哦。好，这就是加月龄本安利的感觉。月龄，我觉得。6位参赛者哦，都厉害，不管你海线都厉害。来，嘉龙老师讲，其实我觉得岳林是在这所有参赛者里面最愿意去尝试跟改变自己的。你看哦，吉周得表现的可爱，又可以38，又可以摇滚，又可以文静，超吗？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愿意，那个态度我很喜欢。我先讲一开始。一起上台的时间哈，他那个表情就吸引你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有基本分了。他刚才迷幻摇滚的感觉，其实点到我了。我刚中途还把耳机拿下来，你今天做得很好，你音准也到了，然后你后面尾音以前你有的问题竟然都没有了，然后你的味道到了，我觉得太到位了。唯一一个我觉得很可惜，就 Hellboy 是那就那可能因为你想要表现出那个你想要唱这个歌的态度。你拖太长了，所以 pitch 有点跑调，但是不影响我给你的分数。韩优，你看你的动作，你每次那个动作会让我觉得到底要干嘛？哎，我今天发现一件事了，Number 你唱国有麦架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变得很稳定？你的身体稳定，你的声音也稳定了。我就发现你以后一定要麦架，好，不是叫你背在身上，就是有适当的用一下麦架。我之后对你的表现还有伤有很大的帮助，他也没有那个律动的问题了。我突然觉得他很稳的唱这首歌，我觉得今天我愿意给你很高的分数，我希望 Hellboy 再个加油。好，先莫管你几分几多分，我觉得好好的突破自己，加油！好，OK， 好，来，按你就看分数了，好不好？罗念玲的分数。6分好高哦，高分的，你愿意尝试，谢谢大家。好，还2礼拜，好吗？好了，可以多休息。哎，撒下来。刘飞琴帶來蛙豆。啊，馬豆。蛙豆。哦，蛙豆。我哋彈個啦。大家好，我係劉飛琴。今本日我從解歌按到蛙豆，呢條歌咪係自家寫嘅。呢條歌係同太姑姑講阿媽嘅故事寫嘅，咁我咪希望自家就得用呢條歌提醒自家為了阿媽共用做一隻3萬嘅客家社會音。你的阿三朵也講出來了，愛話到就得看到你哦，你的阿三朵也講出來了。愛話到，就得談到你哦。人該跳上條路，愛走的路順的。你的話。
走得趟到你哟。好棒啊！好听的瓦斗。我知道这也贵哈，也贵的所有参赛片流行组的，真的都各具特色。对呀，真的好棒哦！创作的创作。对呀。你看这首 model， 你看，model 也是自己创作的。对。好。好听。这个也是阿嬷的衣服。这个是我小时候看我的阿太。啊，因为这是阿泰的衣服，这不是阿泰的衣服，这是在美浓做的衣服。哦，蓝山嘛，对，蓝山。有一个蓝山边的法树下，有一个罗斯福哦，罗斯福哦，没罗斯福哦。罗斯风哦，所以你提法术下。法术下有一个罗斯风哦，好像哦，我上次。谢伟老师多爱我啊！为了您写，把我写在他歌词里面。如果你要发 EP 的话，应该会发这首，对不对？好，谈公平。我想许世慧老师，慧清，今日其實我當感動嘅吼，從比賽到一下，其實我對我期待當重。頭前比賽時節，其實我當少，我一直很擔心你，原因是第一擺比賽嘅時節，你用客家歌嚟比賽，後擺來你用偏人嘅歌嚟比賽，其實我感覺。你一直找不回你自己。今天我看到你自己找回你自己刘慧卿，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所以我希望你，我希望讲未來你咧，你做得個繼續，客家寫好客家歌誒，帶點客家聲音誒，向下台，你唱得暗重的一種祖孫情，這是讓我覺得我真的，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跟你講，我心裡面的感動。我只能用我的分數告訴你，很佩服你，安子 say。
会不怎么讲啊。听完慧晶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感受，那第一首歌还是给写阿婆的嘛，好，他写给阿婆的。在慧晶唱这首《巴多》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一个表妹，她阿婆去世的时候，然后因为乡下老家在公馆上下人老人家过世以后就后尾个山咧全部去夹嘛，现在前一招天形上来看，一搭就这里，爸爸就买落去，3年后再去检骨嘛。然后我那个表妹从家婆下葬那一天开始，开始要做社福的，每天下课回来，其实带那个师傅课本演遍阿婆那个坟墓旁边下功课，下贴张转，阿婆然后转呢，他这个动作一直持续到他爸爸妈妈，你叫他说你不要再这么做了，他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事情做了1年多，对阿婆的那种感情难以割舍。那刚才慧晶唱下属国的时间，其实我的脑海里就一直在想到这个故事，然后那一幕一幕就在脑海里一直演。慧晶已经把我带入到那个故事里面，那个电影里面了，我完全忘记，就是我已经完全融入了。可是后来你的一个小缺点，把我中断我这个情绪这就是这里我要给你的建议，就是说那个周薇老师常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情绪。你把情绪铺陈得很好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1-2件小事情打断了正在享受听你歌的那个人的情绪。你那个时候什么地方打断我？你的口水声，你在换的时候，你这个毛病，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改过来，一定要改过来。当你要准备张口唱下一句的时候，你张口闭合之间那个口水声就出来了。我就是被那个点打断的。不然的话，如果没有那个点的话，其实今天我又要给你满分了。那我这分我还是留下来我希望改天补还给你。慧晶好棒，真的好棒。老师这听到的都是我们一大部分听不到的一些感动面，对，因为他又看着歌词啊，戴着耳机，对，听得非常的细腻对。唱歌一下呢，邓老师。邓老师，一向我对这个会自己创作的歌手都相当的尊敬。你的歌真的不错，你有去驾驭你的歌曲，一般的歌手没有这种能力，都是歌在驾驭歌手，那你是歌手驾驭歌曲，哇，很好。是，好，谢谢。好，来看一下，吕飞琴的分数。连续2个礼拜，2周都98分呢！天哪！对啊，我本来以为上个礼拜你女儿来帮衬这样，所以才加重你的自己的自信，没想到你这个礼拜破除魔咒。是你，我觉得他已经放下他是一个创作歌手的那种身段，你已经懂得放下了，你有学习到了。6强之后，我只想说，就是唱歌给阿妈听。对，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我只是唱给你听，很单纯，加油！加油！哇，我看雨乔已经踹了蛋。不要这样说。原本他可以躺着的，他现在已经起来了。他坐立难安，坐如针毡。好，恭喜你！加油！还2礼拜2礼拜。好 ，OK， 恭喜，回头休息。沙下来。用禮儀帶嚟日日上卷廊。一條果檔是合嘅。上一集邀請好朋友來幫忙，拿了很高的高分。希望這一集拿我的拿手歌曲來唱，也能夠拿到高分。各位朋友替我加油吧！情緒的連貫，在這首歌你做得很棒。因為亞屬國語它沒有主副歌之分嘛，它是一氣呵成衝 take 你在情緒的掌控方面也不火不韻恰到好處如果你出EP的話，你想把這首歌放在裡面。我剛才在講，他以為他是真的要出 EP 了，你知道嗎？我剛才講英文嗎？真的啊 ，EP 啊，對。
一轮明月挂天空，半夜故事相君郎，想起以往的情怀，一夜暮睡当天光。爱个情郎，爱个歌，情郎爱个歌，两人分开有一年多。老妈对你相思苦，第二个一定我，第二个一定我。一轮明月挂天空，半夜故事相君郎，想起以往的情怀，一夜暮睡当天光。一轮明月挂天空，半夜故事相君郎，想起以往的情怀，一夜暮睡当天光。爱个情郎，爱个歌，情郎爱个歌，两人分开有一年多。老妈对你相思苦，第二个一定我，第二个一定我。一轮明月挂天空，半夜故事相君郎，想起以往的情怀，一夜暮睡当天光。想起以往的情怀，一夜暮睡到天光。上君咯，上老公上到，上啊跳那开花的，可以，上到鬼暗不会所以唔对。想到头都开花啦，啊，哎呀，条歌实在也是很呐吼，哎呀，表达那种情感的，对呀，第二人家比赛都也哈，一条歌唱有300個嘛？冇，你去多拜？第一拜吗？第一拜啊。之前有唱过了。我记得你之前是唱过几下拜哦。冇啦，之前咩迄冠军赛、积分赛，跟他唱的呀。对家人的思念，该那个主题的啦。唱过一次。对呀。所以没有唱到那条歌是唱。对，有。哦。6年前，两年前。我倒觉得你应该，如果有可以放 EP 的话，你就干脆就把赵德武找回来啊。哦，对哈，我也适合那一个。可是这个不行，两个人合唱本来也是要唱的，可是就是没办法。就是到时候你的 EP 啊。哦，对了对了，我专门出一张那种小丑的啦。丑男加丑夫。上礼拜嗰條歌，你看這嚇到佢多少年係啊，衝到很紅。謝謝啦。一禮拜唔知衝到紅。唔知，蠻好。羅國立老師。羅國立老師。立毅，情緒的連貫，在這首歌你做得很棒。然後呢，層次呢各方面，因為亞屬國會它沒有主副歌之分嘛，它是一氣呵成衝 take 哈，所以你在情緒的掌控方面也不火不暈啊，剛剛恰到好處啊。當大眾就會講，
你听伊都转来，开始再重唱听伊机的时间，半夜古时上群龙，古时给大家挑战的，好冇？你这个还没停嘛？稍微滑了一下，不过你们很快的又站稳了，继续唱。一轮明月挂天空，半夜古时上群龙。你有那种本事哦，你在什么地方有出一个小状况的时候，你会很快的让自己稳住，然后继续稳定的表现下去。我想也可能也很容易按到礼拜下来嘅演出嘅带给你训练跟你的进步哈。经验了，还有经验的成长，恭喜你哈！还有2集，加油！好 ，OK。叶老师，大概就是一点的讲，你所谓从过家下从半夜古时都天光家下，你在没有鼻音之前，你就已经先做好鼻音了。只要有鼻音的字的前后，你那个鼻音都先出来，所以会变成半夜古时这种感觉都出来了。所以整个歌曲呢，在那里就被破坏掉了。那这些其实从一开始，从爱感觉已经问题出来啊。所以转音乐请注意讲，还买个重过家，到哪里该有鼻音的再唱鼻音，没有鼻音的地方不要牵拖，前面牵后面拖的话，对你自己来讲，就是整个的歌曲全部都被你把情绪打坏了，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好，来看我组，永利也粉书。92分。上礼拜的不？97。哇，没有。哎呀，我这差5分呢。那剃对黑的，不过我已经突破我自己的，已经当5分呢。你是说松白啦？啊，老记头摆比起来，今日进步当多，讲真的。真的哈。好，加油。给例如一个建议吗？其實呢度姐哈，有一隻問題當明顯的問題，就係佢再現唱歌嘅時間，再現唱變，所以可能再去練歌嘅時間，來做這樣嘅練習，來改變人嘅再現唔拉嚴，所以有時是人嘅聲全部唱到唱變，咬到唱硬，所以人嘅口水聲也比較重，所以我會希望講練歌嘅時間對定咁嘅練看看咧，改變一下，看2個禮拜做得，1個禮拜做得，然後安尼。練出來嘛，好，我加油啊！哈，安子生，好，安子生，故意買姜誒，了解哈，油啊不加油，穿衣鏡，但問題誒，只要用嚟衝。好的，好的，好啦，回頭休息，謝謝。什麼呢？好，嚟殺落去。總新聞帶來相思笑唔盡。我哋談過啦。Hello， 大家好，我是總新聞。今日帶來了首《相思笑唔盡》。這首歌曲非常的可愛哦，而且一聽到就會讓人朗朗上口。那希望待會觀眾們聽到我唱的時候，會記住我哦。身边冇烦恼，只要幸福快樂月夜，平安到老。看見起夜夜嘅心跳，充滿甜美愛情味人，那種期待掛在嘴角，愛深處會加冰涼。哎呀呀，有我對你相思笑唔盡，哎呀呀，用甜美你的心。身邊冇煩惱，只愛幸福快樂月夜，平安到老。看見起夜夜嘅心跳，充滿甜美愛情味人，那種期待掛在嘴角，愛深處會
是相似。哎呀呀，用你甜言蜜语心。哎呀呀，你用甜言蜜语的谈意。哎呀呀，用不一不那面里。嘿。哥哥海军姐好，越来越活泼了。对呀，哎，上个礼拜呢，腾哥的轩轩对呀带了一个国外，哎，让你好像找到你的歌路哈。对呀哈，有哎，轩轩有好像找到开启方向你这个有比较活泼的那个一面。有。如果你出EP的话，你想把这首歌放在里面？我刚在不是，讲，他以为他是真的要出 EP 了，你知道我刚刚吗？在讲英文吗？真的啊，EP 啊， EP 啊对，没有。那牛哥的意思是说，黑嘎死工，对啊，闹捏出来去，好啊，有被人家赏识到，啊，因为敢出唱片，啊出单曲的话，你会想干耶稣狗诶，帮你去 EP 里度吗？会。你来讲。因为这首歌曲很可爱，而且就是让人听了会洗脑。哦，洗脑对。有点像王心凌有一首歌那个。爱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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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是萧亚轩哦，不是啊。不是啊，萧亚轩，爱你。啊，因为他们两个现在长得很像啊。比较清新，也会给人家清新感。慢慢懂事 happy 啊，这种雷鬼的这种节奏真的还不错，很可爱的。来谈一下贡品好不好？来，这位老师，你的歌位写得懂好，你的电影下还有洋娃娃的感觉，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可能因为你比赛俩多俩哈，你会听很多老师给你意见，可是你要知道，不是我们往极端跑就是对的。好，我先讲好的部分，就是你透过做得好，你电影下一部分要做得好。不过嘞，你跳跳出歌曲按键单，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你可以驾驭的。你拍子非常的不稳之外，你一直在赶，你知道吗？你回去看播出，你连在叫，然后乐队老师他在正常的拍子里，可是就觉得你慢了一点，又夹一点嘞，所以听起来是非常凌乱的。然后你的 pitch 也不是那么准，好，给律通感就走太嘞。那种期待我才做一个爱生就会加原谅。那然后呢？我觉得你可以，其实你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肢体动作，可以帮助你的 grooving， 帮助你的律动。你唱了这种歌曲就会觉得很适合你，不然我会觉得你乐队老师是脱节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他有舞蹈底子啊。对啊，可是他可能因为被我们说了以后，其实他不敢动太大，因为之前啊，可能老师讲按同唱胎诶，不样样都人家 pitch 啦，唱歌诶，就变成这就是为什么说很极端，你要去消化。没讲，两位老师弄讲安尼做安尼做，列老师弄讲安尼那做，没安尼，你要回去消化以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还不还有东西加油，好。谢谢老师。对，周七感。其实刚刚我们邓百成老师没有讲过要充电哈。要不谢阿毛人看到样板。这首歌你表现得很生动活泼，但是这是一个歌唱比赛，而且是非常现实的。哦，你跳这个歌本来就很吃力不讨好，而且刚刚这位老师也讲过，你唱歌的 pitch 不准，拍子也有问题，很多地方你慢慢的改善，多唱几次你就熟了。而且挑歌非常的重要，我常常在讲，歌唱比赛不比一般在唱卡拉 OK， 哦，下次你挑歌注意一点。好，谢谢老师。好，很好的建议，好不好？好，来看一下分数咯。好，总英文的分数。还是不错啊。63分啊，还没啊，上过了哦，讲到啊，从爷分数的洞察用，还好，还 OK 啦，加油。谢谢。来会做消息。打好嘞。陈崇君带了进出的心。来弹快啦哦。Hello， 大家好，今天我要带来的歌曲是《寄不出的信》。
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人都翻唱过。那客语的版本也有很多的歌手在台面上唱过。可是呢，每一次的曲风都差不多，所以这一次我特别跟编曲老师呢讨论了一下，把这首歌的曲风呢改变成比较摇滚。那希望借由这次摇滚的不一样的曲风，可以真正的成为我的成名曲来献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风姑娘，花落蓝天又泪多，梦魇独绵绵拍送山头情微空。聆天共唱，冷风微电归身风。答应天灯就准干旱又点错。黑的心头无散去，不知爱拥伴相依，舒心思念去梦送本意都小暖，千言万语双双记起，梦的下归对心的希望难。形容寒黑的心头无散去，只爱拥伴相依，舒心思念去梦送本意都小暖，千言又万语，双双又记起，梦的下归对心的希望来去，千言又万语，双双又记起，梦的下归对心的希望来去，希望来去。这首歌的这种表现是你想要这么做，还是他勉强的？锵老师没有，是我的想法，然后我跟这个小康老师一起讨论出来的。哦，谢谢老师一下。有，我一直跟老师谢谢。哇，这是老师们。谢谢老师们，真的把这首歌真的赋予新的生命，厉害，真的赋予新的生命，好棒哦！谢谢。嘿，厉害！怎么样？唱的有没有过瘾？过瘾之外，主要我是想要就是表现出来之前台面上没有看过的，因为这首歌曲就是各种语言都有嘛，有从下川里美对泪光闪闪，然后蔡淳佳的这个没有先那个黄品源的，对黄品源的白鹭鸶也有，对啊，然后在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对陪我看日出，对啊，然后再来到我们的寄不出的信，这些就是可是其实听起来都是很小品的感觉。对，比较小品感，就是吉他啊，不然就弦乐啊，都是这样子。对，要不然就两线琴这样子。竖琴，对，还有竖琴，对。对，那我想说这一次的主题是那个电视的成名曲嘛，对，那我想说挑一首大家都熟悉的歌，但是以完全不同的曲风呈现出来，让大家听。因为刚好就是这种摇滚派的，很适合。来，我们谈一下紧张的功能。罗国立老师。场君，要是国歌当小康老师乐队那个前奏一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很期待说，
这么全新的编曲，你会有怎么样的发挥哈？有一个董聪要冲点这个，这个事情我记得在前面几集我们闹的已经出现过一次。我记得当时雨乔雨乔给冲改编的歌曲《什么人讲》当下跟你嘟嘟是我评他然后我当下我记得我本给一句话就讲，他是一个听得懂音乐的这个歌手就是说当编曲给你的是巴萨诺瓦的时候，你就要唱的巴萨诺瓦；编曲给你是灵魂是 jazz 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是那种味道出来。那今天小开老师给你是一种 rock， 是一个很经典的 rock 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声音，我知道你很努力在去做好一个 rocker 这样子的角色好 OK， 那我讲你今天。其实摇滚它是一个灵魂的释放，它是一个精神它不是你唱的大声，或者是你的高音飙得很高，那个就叫摇滚。其实你怎么样释放你自己的那种 power， 那种灵魂，把它想法释放出来，透过音乐把你的灵魂释放出来，我觉得那个才真正叫摇滚。好，那你今天做到，我觉得一半还没有那么的到位。第一，你很努力在做这个，用摇滚的唱法去唱它。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一方面你的涉猎不够，所以你就是说这几个礼拜来的这个平均值来讲，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表现是还不错的。那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说，既然拿到了这么好的编曲的时候，我很好奇，就是说你了解这个编曲的版本，然后你练有花了多少时间？就是你接触到这个版本的编曲的时候，是进棚以后吗？还是你在家里就是拿到这个版本的伴奏了？家里就拿到了，那就是可能你练习不够，或者是你对音乐的了解不是那么的那个。其实我很期待这首歌，如果说你的高音搭配上你的高音，你可以应该唱得很好的，比较可惜啦。加油 ，OK。什么欣赏？看一下场均的分数，来。场均的分数。还不错，95分呢。不错，对不对95分，对呀，不错。对啊，怎么样？国立老师也是算破表。不错，好，加油。 OK， 继续，好，一遍就好了。好，加油！希望还有2个礼拜再看到你不一样的这个挑战，不一样的表现。好，这样。好，来回座休息。枫树林边，我们是靠海的地方。好，这是我们的红树林边看那个夕阳，对，新竹8大奇景，欢迎人来信奉寮。山高了。 去卡州，对，哇，去卡州试一下，有相声吗？凶啊，真的呀！显示喊没？显示喊没？很久没有东西来进贡，太不懂事。海选的时候就要有这个主题，好不好？来杀下来呢传统组的比赛哈，第4礼拜啦，哈，来，大家加油啊来哈！来，接下来的评审欣赏来，车曲嘅欣赏，录音欣赏，节目嘅欣赏，立秋嘅欣赏。今日主题係一講乜嘅咧？係我嚟唱歌啊呢。車曲嘅欣賞。好各位嚟鄉親，大家好，今日要去進行一下嘅積分賽。 第4禮拜嘅比賽，今日嘅主題係愛做東，你做客。愛做東，你做客。最主要請今日參賽者，我來帶條鄉親睇下去夾嘅家鄉啊，去遊山玩水。就可以了解佢嘅地方嘅風俗各方面。所以呢，今日最主要
就会也个唔是甲写个歌词，又符合到也个主题嘛，相当重要。当然还有也个老师啊，伴聊啦、作业啦，也係都也成績也個地度相當重要一部分。希望大家加油！好嘞，今日有請 TV 陳志明。戚依云帶來落山歌。好啦。我喺呢下咧介紹我信奉鄉，有乜嘅好料嘅地方，提前有個山雞姑廟、王沙廟，還嘛有強北嘅百年嘅朴子樹，還嘛做得來看咧落日。還熱天要睇西瓜哦，嘛要喊壓輪哦，希望大家要喊來信奉鄉了哦。心做人类，信奉乡啊，赐福王呀，面上用枫树林边，看龙吟呐。海山点愛啊，何必向哎，你好，你好。嗨。那等下去哪了啊？我們新豐鄉嘛，哈，新豐有那個三級的古蹟，慈福王爺廟，哎，這是護佑我們移民的哈，這是三級，哎。慈福王爺，王爺，有多年的這個歷史？清朝應該算清朝的時候到現在。清朝我知道，但是清朝啦，但幾年我沒有去，要上網去查。應該100-200年有的。有啦，三級的。哇，那這好漂亮哦。對，那個在我們三級古蹟，那個是稱那個王爺那個牌樓，對，是牌樓，對，牌樓。好，這是我們的紅樹林邊那個看那個夕陽，對。海邊嘛，對，我們還有一個鳳岐步道的夕陽也是新竹8大奇景，我們是靠海的地方。對。瓦海的地方啦，凍江。高速公路去往南部下啲。富橋嘅公園去嘅吼，嘅下來交流團哈，其實有個指標就都來到蜂墨港，哈，因為我們那個。那個王爺廟哈，這個蜂墨港來的紅毛港也是要從很久講起啦，就是荷蘭從那邊那個講多久？你要不要聽講評？哦，太久了哈，所以請大家上網去查。好，對，有喜歡，對，有喜歡楊一寮，嘿，歡迎人來信鳳寮哈，歡迎大家來信鳳寮。好，按你來先談一下個貢品啦，好唔好？好嘞。謝啟國老師。好，那盧媛小姐哈。
其实我有讲过，二三国也进步挺多啦。但是今年创业嘅老三国时间，还你咁讲你听注意去每一则事同伊去熬试验，点到真是要注意嘅地方，你反而他冇注意到。我同讲一个地方，一个慈父呀，唔系创业慈父了，就做得么慈变慈的呀，变衣裳去慈。而慈父先将事熬脏以后，咱来去做运，好，莫按脚先做运，咱来熬事就已经就做得了。慈父了。再过来，甲冯树林可以请讲，看浪热，因为一人热是千多留到个四三炎，其实叫咩四三炎？喺度應該講三三炎。看落熱嗱，也個一則事你熬到當準嘅話，除非唔是個喺平常一天都道理，因為青少年下人講熬事用，也個平質。也係責任嘛，責任嘅話，你一天愛創來當好，所以你讀到一兩件事冇創來輕鬆。但是你整體性來講，佢咪也生也有出，嚇也生也有出，有人也做得，但是又感覺又聽土一些咧，又感覺又土一些，就係聽少些咧。而我唱歌唱到行雲流水，當順來講，嚇也係點你做得，再慢慢嚟再加強加油，嚇好，謝謝，好，還有來看一下個新豐嘅古強做。拿到一個分，起議員的分數。哎呀，阿媽你好啊，恭喜你啊哈！關於他個有限章嘅新豐了哈，歡迎哈，非常歡迎，謝謝。嘿嘿，那你好嘞，接下來林妹妹帶來老三哥。睇下啦，我哋係介紹飛鳳山。山上有2間廟，當年前也有美食好食，希望鄉親哦有限多來飛鳳山聊，小莫大家。退山先生，永林乡呐，三哥。
持人好，台湾老师好，乡亲大家好。好好，等下等下聊。你飞凤山了，飞凤山宫顶上有一座嘅飞凤山洞有名。哦，飞凤山，飞凤山，有2座那个庙很哪那个庙？有庙啊，庙很鼎盛啊。有。对吧？那个庙是真的，它好多好多。对呀。对呀对呀。啊，这你自己做的吗？个米糕，这个是我那个木板，那个是什么？蚵仔板。想不到，想不到。这个做呀？对了，自己这个做？对对对。真的假？没买啊？没啦，买。啊，厉害！哇，这个做的厉害的。对啊，一看一来就是昨天晚上才做的啦。小康老师要蒸那个啦，蒸那个蒜头比较好吃的。啊，加蒜头、蒜泥酱啦。对，加蒜头。哦，所以好了。有像什么？香啊，真的呀，显示喊没，显示喊没。很久没有东西来进贡啊，很久没有了，对不对？抱怨了，你看，是制作单位太不懂事了，就没有这个主题呢，哈。还要多弄一些这些主题嘛。对呀，真的是。对。那海选的时候就要有这个主题，好不好？人家海选都紧张的要死，还要准备这个。哦，好好吃哦，乌味班呢？好好吃哦，真的呀。有乌味香，里面那个弄辣椒酱，它不乌味，那个味道很浓啊，很浓啊，一进到嘴巴里面完全散开来。哎呦，真的，真的，五伤了，喂，它完全散开来，这边快，那个袋子打开来哦。哎，拿过来，这个也有袋子装着，比较软啊。我看这个吃下去稍微口感硬一点。你这个最有男生癌。哦，这个很香哎！哎，你这样抖抖看。哎，怎么这样子？这边也要有福利啊，对不对？哈。老师是挑妹啦。啊。周的米煎，对。米糕煎比较好吃的。好。因为我来不及煎了嘛，帮我谢谢。我来不及煎，没有煎。来，老师们来。那要煎过是不是？煎过比较好吃。来，我没时间好煎啊。安尼的糖贡品，好不好？来，英英老师。哎呀，英英老师没有吃啊？因为他奖品。啊，边吃边讲。好，妹妹姐哈，我去到今本日从了罗山港哈，从到非常介好，哈，因为你有老了你介重点，香港你嘅表态嘅东西唱出來，最重要嘅係你見每嘅聲音非常嘅亮。所以表現在羅山個蛋糕呢，不管係高音啊，又係拉窗音，學我知道都非常嘅好聽。不過係係變到建議啊，嗬，就係比如講你第一件嗬台山先雙嗬雙，你係數到安係嘛？香港飛鳳山雙。又係讀安，嚇呢一片呢係講你每件做到係降調，嚇發音為係標準，嚇台山先生讀安，嚇咁講你喺兩張時呢，你唱嘅些彈起來，因為你摸咗最尾嘅結尾，所以彈起來當場讀哦。台山先生。係講正經嚟講，出嚟一啲啲，我覺得喺做得很下好，其他我覺得基本表現得非常好。希望老師，看分數。連面妹嘅分數。恭喜你啊！謝謝大家。來，回做消息哈。謝謝你。好嚟，撒下來。數檢全帶來平板。好嚟，彈個啦。練習迄路，愛做動，鄉親做下，我希望鄉親來中老了，請食菜飽。三人你落嚟上門水庫嘅上房，我攞各半山，該搭個山景非常嘅正，山明水秀，風景正，希望鄉親來，我可以吐嚟了。可怜了。
哎，法官大人，哎，啊，菜爱的伊奈料，来来料啊，哎，中辣油，哎，中辣。菜包好吃的。我下摆下去南部的时节，好一个市场，我就会捞下去啊，刘妈妈，哦，还有三角店，对，系啊，哦，两件都同好是啦，哎，都挺有名哦。系啊系啊，好个第一本嘅青片好油，哎呦，太加欧喽！所以我讲菜包师的，我就带你们去，石门水库的上端有一个脚板山。那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哇，那很漂亮哎！这边看过去哈，那个真的石门水库的上方非常好，山明水秀。你这一个哈？哎，对，之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那有一个青年活动中心嘛，啊，脚板山，对，脚板活动中心，我们去那边，它有一个简餐，吃饱了喝咖啡，看对面山，风景非常的漂亮。哎呦，对，山明水秀。对，有时候在那边哎思考一下哈，对，这个案子要怎么判，对不对？要判他深啊，对吧？就懂住啊，我看这个风景看的心情好，我就判轻一点。然后主持人都吃我豆腐啊。来，谢谢。啊，来谈一下公平啊，你哈。明珠老师。今年写了首歌哈，我就發覺講誒鴨潤嘅素菜啊哈，有青島食物，桃園食材好地方，山明水秀，風景講什麼鴨潤嘅應該講來遊賞，嗬，做你講來遊賞，山明水秀來遊賞，哦，好風光未做得，嗬，菜包好食。名師開，你看第三季無所謂，嗬，吃菜唔用俾人玩，嗬，但是咧有限上下，愛來往，嗬，嘅往，老上，嗬，老講，房，咁樣人熱意思，哦，青年插絲點樣都熱意思，我來壓潤，咁樣人就比較下順啦，冇人唱到嘅乖乖嘅。哦，尤其係天熱燙嘅時節，你下班嘅蔬菜啊要燒開嘅慢嘅奔跑安尼，嗬。山明流水乃秀啊！可能怕喊起千斤重啊，嗱嗬。謝謝曾老師。多下幾拜就出來，哦，嘿，好，按你看一下分數哈，來。數金錢嘅分數。謝謝評審。清楚嘅加入跌破，跟跌破 Q 下 Q 分 Q 較多嘅。對。哦，好，好，順利，排謝。唔關係。休息下來。回頭休息哈。好，我哋殺下來。鍾元健帶來羅山歌。彈啦。愛做東唔做客，我也有帶到苗栗嘅名產，我帶埋個呢，帶阿人彈愛唱歌嘅人秋笛，分享睇自家有限就未了了哦。嗨嗨羅嘅。講真實，基本你唱嘅山歌，他們講有人做得相當正。唱山歌，我也相信也要有段長嘅時間嚟嗬，真有人叫講將一歌詞發揮到安好嗬。浪潮漂流。我去當伊日錄安比下來就係應該詞性吐入正解應該上任，學見來見入力，講實在應該歌詞和講應該曲調，加皮上伊自家嘅咧人民表達到非常嘅好，貴屬歌曲冇乜嘅好挑剔的啦。
做。好香哦！哇呀，豐州啊！豐州吼，一下因為佢迄5個節假啦，所以佢咧全部洗起來啦，洗起來煮糖較好啦，煮糖做對藥草啊。哎，其實你安陽是懂啱啦，對，因為是他的產啊，有冇？加個出產安陽嘅，係加個無防腐劑啱安陽洗澡嘅。所以你咧帶苗栗？我帶苗栗啦，苗栗絲，你係公館呢？哎呀，公館呢？哎，你係太府誒，你係太府有間，你係蠻有張葵絲呢。所以你特別去太府買啊？係啊，太府買啊！最貴嘅時間1斤400塊，兩下張出來。到5月的時候3斤100。哇，哎呦！專程去買的，我買1斤，係啊。哇，這個好，這個好。對，冬後是冬天。啊，你那個也不錯啊，你那個也不錯啊。那這給你吃啊。你吃。該要煮糖，我剛刷好呀。我剛刷好，而且跟你的衣服好搭哎，你要多吃補血。我看你最近有點缺血啊，那個有貧血，那個有貧血。又來了，他那個是讓女生吃的，對呀，要生的啦，要拿來煮的啦。補糖的啦，煮甜糖的，這個煮排骨很香哦，都可以。我有去過個公館嘅大哈，伊介紹嘅作為神作，啊，其他有的會還有這個種植跟那個料理結合，有的一些民宿啊，或是一些餐廳啊，他把紅棗跟他的這個料理做一個結合，哎呦，很棒很棒，有限於苗栗料啦。哎呀，有限睇自家都苗栗料啊。好啊，糖公平的啦哈，哎，分享秋夏欣賞，謝謝。咁講你創羅山歌，有啲一隻絲，當細心聲音都個創，變成啥？你的潤味是冇做到。你像苗栗食材好地方好是身好，你講到好地方。苗栗食材好地方啊！所以我咪從啲講叫中國是先將四牛會爭，好地方。太府有名草莓香，你要草莓香，不一隻是都個做。草莓香啦，草莓飲香啊，香嚟做了轉潤，冇草莓香要有段落性，啊，畢竟是你潤腳就做了冇醬呵，老卜菜感覺是多少鐵突，大家有限來講，從到來。講按你的唱法，哦，也是幫大家建議啊，好嘛？好的，所以加油。好，那就這樣子，來看本書。中院感恩輔書。謝謝。謝謝老師，國福。安子生呢？恭喜呢，恭喜哈！祝福你呢。回做消息哈。謝謝。好，殺了。突然帶來羅山歌。等啦。喺今年也特別騎上喺土人人，個上文水庫嘅鳳崗，喺個大海落嘅名山，個中立龍潭嘅蹄條湯，我特別騎上喺讓妹湖港有隻五彩繽紛嘅水舞運動公園，希望大家有閒來湊了。
江山了，流水呀，水流长啊。就声音哈，有蛮牙有糖豆，冲踢跳，有东西要是啦，很好哦。冲踢跳就来。哎呦，要做主题真的要接做啊，你妹。哎，突然啦，系啊，突然踢跳。你好像那个海狗有没有？哎，对啊，那个哦，野柳哎表演呢。啊，先拿过来，你们再慢慢访问。想要介绍一下要买个东西啊，对吗？对不对？跳板。咩啊？其他的花生哈，板跳板。哦，它的花生都有挑过，都是白白的，嫩白白的，漂亮。用哪个挑呀？它都有电脑人工挑的啦，人工挑呀，有台料。它都挑那比较好的，坏的都挑掉。呀，看起来是比较原味的哈。对。哎呀，要耐买。呀，用买买。用买。哦，所以人家有介紹到人啊。有，嗰個有踢跳。手工做嘅，阿邊是嘛？好啊，好啊，真的啊。係嘛，太感謝啦。好。直接等過叫呢。快點，我進入吃東西模式啊。是很晒了呢。哎，你这很像朱大哥哎。客家人很喜歡吃花生啊。真的。對。金豪生，其實我們全家人都喜歡吃。對啊，其實我剛剛已經在底下吃一個了。哎，該給我們的效果音也要哦哈。好，來公平，好，來。謝啟國老師，麻煩。好，叫人之謠言哈，佢哋雙一攝，老二公平，也是要領導係同公平哈，按當都好啦。因為上次嘅情況都也是我係記得清清楚楚，所以也來講一下，先講人優點。講真實，佢每年唱嘅山歌，他媽講原來做得相當正。唱山歌我也相信，也要段長嘅時間嚟嗬，真要能夠講將一歌詞發揮到很好嗬。但是呢，也要講起來嗬，有點要講，缺點也同講，他本注意到。我知道講，人家上啊，到蜜月嘅時間，尤其到見面嘅時間，嗰時跟人家上一粒嚟上。萬家鄉啦，一係點嗬？迄尾在二轉去以後，睡眠時間較長啲喂，無天日上我較好哦。人講惡呀人嘅上啊，單都會沙啞的，嗬。迄尾講人做嘅睡眠時間做得提前。對位，由於你充足嘅睡眠以後，日上嘅好，再帶來像見面嗰時也做得相當特對啦，嗬。也來講，你唱嘅原來也講，嗬，所以也不宜改進嘅地方，自家上要注意一下，嗬。加油！民主老師，歌詞雖然冇問題，唱到一流暢。
流冲突冲到油，润又做到酱，哈，表情又易吃人。主要呢，是像本意一只鼓励，因为讲真难得。要講多啲每節來，已經累積分數積分數咧，個壓力啦可能做得抗壓，是自家本身挺緊張，但是呢表面上還看唔出來，所以呢，我分數又本挺高希望呢，還是這個加油每天喺我還有其他先生會更加嚴格，所以大家打拼。安尼吼，好，安子姐，好，来看一下分数哈。就2个分数。97分，哎呦，不来动歌哦，我多下歌係咪？係啊係啊，厲害你恭喜！較早啊衰咧嚇，上位個金，貴水木嘅嚇。好，安子姐哈，恭喜恭喜！恭喜哦！禮拜又拼啊你哦，來沙雷。來，請人帶來3個字。好啦。今日我咧介紹我北部河寮河溝河溪嘅會所。北部有個五指山繞是下來了跑浪餐跑是過來了路街繞哦。都是樣嘅時節也有板條米粉，還有擂茶河蟹哦。希望大家過來了北部繞，希望大家。先冇睇㗎，係。來咯！哎呦，事事如意，吃。嘿，那了，北部，哦，北部你是五指山人袂了。北部也五指山啊？五指山係北部鄉誒。哦，五指山了，你是下來浪餐來跑下浪餐。浪餐的冷泉啊！哦，浪餐，冷泉是五指山下咧。後巷是來了北部也路街繞了。路街跟住當到嗰種係古蹟，金廣府啦、天水堂啦、慈天宮啊、江家祠堂，又當到河溪嚟板條，起名，你下當出起名，擂茶，起名是的嗎？是的啦，要按你快是的哦。天色，做得啦，當我是當希望 P 看。以前是康拉斯。真的有柿子的那個，你要不要聞看看？聞看看，這個還有一個沒聞到，太遠了啦，太遠了。哦，很香哎，很香。你碰到了，給你吃啊？沒有，我聞而已啊。給你吃啊！你現在碰到了鼻子。啊，你吃啊，吃。聞到好香哦。那還有一個吃法更好吃。哪一種吃法？
不要这么硬的时候，这个提前1、2天拿来，这个剃头把它拔掉。那个花生米有没有？那炒过了，塞进去，塞得满满的哦，那吃起来才是真的是饭条腔啊爆落去啊，就是了。哎呦，好，安尼，好，来谈贡品，安尼立秋啊先生。秋夏老师，你的经验先生，5字3双好风光，不是好风光。好风光归属来讲吼，个挑剔的缺点也无乜个啦，原土有人有拉啦吼，声音嘹亮啊，所以开始讲是挑剔应该叫好风光这样子的呢。湿叮叮啦，所以你加油，炒那个蛋糕莫按容易哦，扎迄强数，加油！好，安妮老师。青年台讲吼，今日从了3个字讲食材，你个构思和讲你个口条，加皮上你自家个了润味表达都非常个好，所以呢，贵属歌曲我知道冇乜个好挑剔的啦吼，就是讲我知道你日路按比下来，就是应该磁性土又增加应该上任，吼，见来见有力，和讲呢你的声音张力很够，不过日系安用hin吼，就会很下注意啊吼，就会还细致的地方，用办到了精致度提升，我想呢，你唔但像係你自家愛做嘅功課，還做得高本大家啲講，你本來從係先嘅思想是為拗到下寫啫，嚇再下寫，咁個見你再入白題咧，是啊當清楚，好上人也當講，嚇，你到入點加起來呢，用辦到你係3個的精緻度提升，我想你係新嘅功課，我希望你要很下好嘅表現，是冇你。謝謝，好來看分數。請演分數。95分哦，算伊高分的啦吼，系啊，做得啦吼，系啊，还2禮拜，10邊啊咧，好，拼了，好，下禮拜有可能還乜個東西帶嚟睇下實啦，好，好啦，開玩笑哈，一屁冇你啦，好，我哋回做休息哈，就這樣，好。好，還有2禮拜嘅安尼累積分數賽哈，大家好好2加油！禮拜以後，安尼季冠軍就會產生，唔點乜嘢，大家看安尼節目。好，還有當多朋友好唱歌嘅，繼續報名啊！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傳真天發0227778231。喺等一下到嚟報名，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哋係咪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謝謝。什麼？要上網3個。好，同時大家我們記得下禮拜同一條時間的收看呢，鬧熱大擂台，鬧熱衝下來。